黃碧雲議員。主席，香港民主普選嘅道路咧，何其漫長，你自己亦都見證呢條道路嘅曲折。由1986年，當我仲係非常年輕嘅時候，我參與爭取立法機關要有一部分進行直接選舉，就展開咗香港本土嘅民主運動。當時冇諗過要用咁長時間，都仲係用一個龜速、烏龜咁慢嘅速度行到今時今日，仲要喺呢個議會裏邊爭拗。由86年展開嘅香港本土民主運動，到今日已經27年啦。如果按人大常委會嘅決議，2020年喺立法會真係可以落實普選全部立法機關嘅成員嘅話，前後就已經經歷34年。但係今日好令人驚訝，係在座仲有一啲議員認為我哋要循序漸進，我哋而家仲要慢慢嚟，彷彿我哋仲有好多時間。唔知在座嘅議員有幾多個34年嘅人生呢？頭先梁美芬議員好激憤、好慷慨陳詞，就話點解我哋要教人犯法啊？似乎佢嘅理解能力對於乜嘢叫公民抗命，好似咧都唔係好理解。似乎佢對歷史過去龜速一樣嘅民主路都好似冇認識。人生冇幾多個10年，我哋講循序漸進，但係進展實在太慢，實在令人太憤怒。憤怒到今時今日，我哋認為唔會上街，唔會犯法，唔會情願犧牲自己，都要推動普選嘅人，都要行出嚟講話要佔領中環。連何俊仁律師都要話：我情願冇咗我嘅律師專業資格。如果真係冇真普選，佢都要出嚟同你死過。大學教授包括我在內，如果2017年人大決議講過要落實嘅真普選、普選特首都唔能夠兌現嘅話，係拎個假嘅出嚟。我作為大學教授，我都會參與佔領中環。一啲大家認為佢係好理性，係會好沉靜，係講道理，係會考慮大局嘅人，如果有朝一日佢哋都認為要進行一個自我犧牲，係不惜犯法，亦都願意承擔犯法嘅代價，去促成對一個不公義嘅一個政制，一個講咗要兌現嘅承諾冇兌現嘅承諾，拎一個假嘅普選出嚟呃香港人嘅時候，呢一啲嘅情景，我哋係可以預期係會出現嘅。但係當然，我哋唔係好似梁美芬所講，我哋無聊聊咁就叫人去犯法啦。我哋係講咗，已經等咗好多年，我哋講咗爭取路線圖、時間表，時間表有啦。我哋而家希望政府做嘅係盡快展開呢一個政改嘅諮詢，係讓唔同嘅意見能夠表述，然後確定呢個路線圖。但係政府呢，而家又嘆慢板，拖啦、揼啦，係令人非常之失望。你認為有好多時間，但係今日你都睇到喺議會裏邊係有唔同嘅觀點嘅，所以今日呢一個嘅辯論，我哋係支持湯家驊嘅動議，係要求政府盡快提出呢一個政改嘅時間表。我哋好多市民為咗普選嘅夢，上街無數次，遊行無數次，咁辛苦爭取到嘅時間表，而家有啦。而家我哋講緊嘅係路線圖。劉慧卿議員提嘅修訂動議就係講緊呢一個路線圖。我哋好希望政府喺諮詢嘅時候，能夠對2016、2017、2020立法會同埋特首嘅普選係有一啲嘅方案出嚟，係令公眾可以討論。我哋支持一次過立法，係因為佢有兩個好重要嘅好處。第一，我哋係唔想公眾同埋社會
每隔幾年就要再為政改嚟辯論一次、撕裂一次，係令到我哋冇辦法集中精神去處理其他嘅民生、經濟各樣嘅事宜。所以其實喺2010年嗰一次嘅政改裏邊，我哋係向特區政府同埋中央政府係推動以一次過立法嘅方式分期執行，係一次過解決呢個爭議，唔好再令到社會喺呢個問題上邊糾纏不休。一次過立法嘅第二個好處就係有咗終極普選嘅藍圖，知道2020最後嘅終點係點樣嘅時候，我哋就比較容易去游說唔同嘅政見團體去接受2016嘅過渡方案。如果冇咗2020嘅願景，好多人都唔知道2020係咪有真嘅普選立法會，所以係更加難係達成共識同埋妥協。我哋講緊嘅民主係講緊一個有真正政治競爭嘅一個選擇。2017嘅普選特首，我哋明白根據基本法第45條裏邊係講過，最終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嘅目標。就住2017嘅普選特首，我哋認為最重要嘅關鍵就係提名權必須要民主並且係平等嘅。呢個提名權必須要開放出嚟，俾所有公眾都可以參與。提名委員會係唔可以，亦都唔容許壟斷咗特首候選人嘅提名，繼續係令到社會裏邊有一班政治嘅特權分子。所以我哋民主黨係會支持開放特首提名權。如果任何一個候選人得到1至3% 嘅選民嘅支持，提名委員會必須確認佢候選人嘅身份。